收票后早，欢迎收看1月1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真。新闻头起先来看前台北市长高文哲、威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台北市议员叶晓薇，阁有众望基金会董事长李文忠，目前受押禁见，拢提出控告。民众党拜六嘛，靠支持者上街头抗议顶高机，要求政府甲司法正义幸福社会。那上新的消息，高等法院伫昨暝11点外已经裁定驳回控告。牵涉警发社备案案情，台北市长郭文铁、沈庆京、叶晓薇、李文忠等4个人，伫初2号台北地院裁定羁押禁见3个月后，陆续提出控告。昨昏半暝，台北高等法院认定4个人牵涉重罪，有逃亡、讨口径的顾虑，也是有羁押必要，所以驳回控告确定，嘛确定4个人爱伫看守所过年。绿色维权，绿色维权，司法不公，司法不公。声援郭文铁抗议司法无公平，民众党就支持者上街头抗议。郭文铁的亲人嘛拢到场听议。既然有媒体认为他来看爸爸是准备要逃亡，是可忍，孰不可忍？大病危，请让阿北回家尽孝。国民党中央干部加超过10个党籍立委嘛到场相挺，立营是呼吁莫用无正确的事实去煽动民意，对抗民进党这一个绿色威权的恐怖统治下面，台湾人民不分党派都应该要团结在一起站出来。如果你的主题是没有办法得到多数人民信任的，反而是在的把民意压缩到极端化，我想民众党会让自己的支持者越来越少。同时间，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民进党调委张嘉宾变更明仔载议程，甲主题改做招民众上街头对抗司法审判者，甚至妨害司法公正罪的现行犯，引起在野不满。对于发起这样的群众，是否会去影响司法的公正审判，我们觉得也要来听听司法实务者的心声。钟嘉宾，如果你觉得我们都是现行犯，你现在去报警，把我们现在在场所有人都抓走，看你敢不敢？招民众上街头，司法院指出，应该爱有宪法集会保障。法务部嘛表示，尊重集会游行的自由，若做牵涉到刑责，应该爱当作个案认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强烈大陆冷气团扫台湾，今仔透早全台湾金门温度上低，干那4度9。那本岛是新北温度上低7度5。寒甲即阵是寒甲霜风作入骨头，合欢山昨暝落雪落3公分，宜兰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嘛有落冰沙啊。天还未光，雨水参比赛一直倒，真侪游客早暗到上山排咧等，总算迎接太平山第一场比赛，拢十分的欢喜。第一次看，对银白色的世界，虽然说可能不是血是线的，可是银白色的世界真的很漂亮。都还蛮漂亮，他小孩都很兴奋。哦，好，玩得很开心。第中部的合欢山，第拜五暗时9点外，加拜六早起6点外，分别落雪。上雪楼路边甲周边停车的所在，拢予白雪砍掉咧。拜六早起，虽然雪已经停，部分地区有望积雪。公路局也派签雪车清除路边的积雪。工作人员透早开门，就看到一直落雪。强烈大陆冷气团带真侪水汽，玉山北方气象站也阁予白雪砍掉咧。啊，毋过当地风速强。雪落来，就予风吹散去，积雪无平均，差不多0到3公分之间。气象署表示，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天气继续感受寒冷。如果拜一到拜日，空旷地区有望有低温10度以下机会。这个周日到礼拜一清晨这段时间，可以看到各地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整体的温度下降的到了最低点的状况可能会比今天还要明显，所以在整个近山区或者是西半部的同行地区，有可能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温度会比今天清晨再更低一些。一直到下礼拜23日时开始，强烈大陆冷气团才会豆豆减弱，啊，毋过各地日夜温差大。到下礼拜3，则阁有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北部、东北部地区天气会阁明显转寒。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食甲饱餐厅响信义店标出那像食物中毒案件，目前通报59个人。另外有通报的民众接到业者的电话，讲会包红包甲礼券。消基会批评这款做法无诚意，
那台北市法务局要求业者先退钱赔偿医疗费用。香港美丰店好亲像食物中毒案件，佫新增加一个通报个案。伫1月7日中昼时段用餐，初日透早破病了后，找袂起诊所就医。台北市卫生局统计，通报人数伫1月7日用餐的有44个人，1月7日有15人，统计已经有59个人。针对想微丰店疑似食品中毒案件，调查结果确定后，卫生局会对外进行说明，消费者除可透过调解机制维护自身权益，亦可于过程中随时针对业者提起消费诉讼。卫生局讲，案件搁咧调查，毋过民众若是有消费争议，会当申请消费争议申诉甲调解。目前已经收到5件申诉，邀民众伫社群网站分享，已经有收到业者敲电话，讲会包800块红包加1000块集团礼券。对这个代志，消基会认为业者诚意无够。使用了以后呢，已经发生这样子一个事件，已经是非常恐惧了，还强迫受教育者还要拿这个消费券再去做一次消费吗？不是用全部的金额来做一个赔偿，这个也是非常不恰当的。消保官要求公司要先行退还餐费以及给付医疗费用，公司会在研议后下周一回复本市府。台北市法务局要求业者好好处理，业者承诺对停业期间已经订位的人客，若无想要改期，也是改分店用餐，取消订位会加赔退现定金。业者嘛向法务局说明，对部分用餐的消费者已经提供慰问方案，赔偿方案爱等卫生单位的调查。公司原来会向保险公司确认相关保险理赔的天数。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报纸写啥物？做伙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苗栗岛南镇公所得到前瞻计划补助，开800万起上好公园，煞是伫内底起红门头的准高破坏环境，去互检察院救职，工程暂停。想袂到即马公园若无上好，四界嘛拢是外来种的臭青啊。再来看自由时报。有愈来愈侪外国人去互诈骗集团拐来台湾，讲免费观光，结果是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去年就掠到764个外国人车手，越南甲马来西亚占上侪。再来看中国时报，国内青少年暗散病感染变多，15岁到19岁感染人数12年来有增加7倍。有高中老师就认为讲，这社群网站利变，政府阁宣传这多元性别。地区少年囡仔的感情价值观是乱糟糟，想要辅导嘛无法度。嘉义的太保有救护车要过路口的时阵，去互一只棕红灯的轿车撞到，在救护车患者送去病院，嘛是救无回来。若伫咧高雄有警察咧处理交通事故，指挥交通，煞差一点仔就去互车撞到。严重哦！赶到车祸现场的救护车人员记录到无偌远的头前有2台车弄甲正热力。先看几个受伤。救护人员赶紧落车，发生事故的2台车，一台是救护车，有载病患甲护理人员；另外1台小客车，拢总4个人受伤送医。不幸的是，本来救护车顶的病患经过急救，也是救无转来。车到下晡晚近4点，透过监视器会当看到救护车伫通过加56线路口无减速，去弄到青顶直行的小客车，弄甲正大力。救护车有道路优先权，但没有绝对路权。行驶道路应该注意左右来车，确保交通安全。记者重新回事故现场，也看到弄甲脆黏黏的头顶漫麻的脆片，还有一个红毛头石墩嘛弄叛去。定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是讲，因为路真宽，所以车速拢会真紧。佮讲，当高铁通过时阵，因为声真大，恐惊连救护车的声嘛听袂到。一起的你也红灯正常要过车，路口速度嘛爱减慢落来，唔是你开明池。我讲开明池，外地人拢有听到。但你也倒高铁会过掉无？弄掉，无人听有啊。11早起9点外，高雄南仔溪有一个路口嘛发生汽车追撞的事故。油车弄电动车，2台车的驾驶拢无啉酒，追撞车的车头规个毁损严重，需要拖掉。由原警到场处理，搁指挥交通。煞有另外1台乌色的车倒下的时阵，险啊弄到原警，好在原警无受伤，装备嘛无受损。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交通，台中市发生2件车祸，一个是驾驶食酒赛车，从红灯弄到路口青灯要直行的车。那另外一个是驾驶咧驶行，驶去对向，弄到一台乌多摆，规台拢烧起来。
监视器翕到一台小客车经过台中太平区太平路向开向对向的车道，弄到一个骑机车的人，机车跟入去汽车的车底，互拖咧走，线内才导火烧起来。代志是发生伫11早起6点53分，四人的开车的人讲，家己伫上班中途一时细心造成车祸，甲对向这4楼骑车的人相撞，4楼这人喷飞到车道顶面，规身躯真侪所在切着伤，送医急救，甲再无性命危险。事发了后，消防队赶到现场来拍火，双方无啉酒，事故责任还佫调查。应该是我闪神来，就没有注意到他。刘姓女子身体多处擦挫伤，意识清醒。由119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救护，尚无生命危险。现场驾驶经酒测均无酒精反应。刚刚透早4点外，台中大道悠远路甲中正路口，是发生2台轿车高速相撞意外，敢若是白色轿车抢红灯，甲反向nguyên色轿车相撞。白车失控，直接撞去店头的顶仔骹，2台车车头受损真严重，车顶5个人受伤送医，甲再无性命危险。2台车开车的人拢4人，经过酒测，这个白车4人的人酒测值超过标准，幸好依照涉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上台中地检署侦办。他就是完全没有刹车，他我闪不掉。一方林男经实施酒测，酒测值超标，全案依事故处理程序调查处理，并依刑法第185之3公共危险罪，函请台中地检署侦办。遐地表咧受59岁姓柯的国人人，早时7点左右对德南交流道行上国道3号，国道警方巡逻车伫北向119公里的所在发现伊的行踪。伊讲想要落南沿路行，却是无细力行上高速公路。警方后续除了互送这姓柯国人人落国道，也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罚伊3000到6000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新闻，美国加州火烧山超过4天，烧的范围超过半个台北市遐大，算长1万外栋建筑，上无有11个人死亡。无比严峻过，有真侪所在消防舱拢无法度用。这场大火保险理赔总金额可能要赔新台币6600亿。为空中看洛杉矶郡野火烧了后的情形，那亲像去互人攻击过的战争惨况。这场美国历史上上界严重的森林野火灾难第4天，目前还有6个火场还佫咧烧炭。虽然组长火势的圣塔安娜强风已经小可减弱，肯尼斯火场也有50%的面积得到控制，不过这4天落来已经烧毁145平方公里的面积，超过半个台北市的大势。安娜强风可能伫后礼拜会佫增强。特别下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切实佫再承诺，予灾区一切必要的协助。So we're going to keep working 24/7 to support state and local officials to fully stop these fires as soon as possible. 野火烧炭的真侪灾区要宣布夜间宵禁，严防有人趁机火抢劫。那时候，准总统川普批评失职，要求伊落台。加州州长纽森切实正式下令调查是安怎伫野火期间有真侪的消防水头水压不足，无法度供水，严重阻碍消防员拍火。前几天也有民众不满消防水头根本无水。Fire hydrants are empty. Firefighters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but we need to do things more proactively before. 因为大火造成空气品质真差，洛杉矶郡切实宣布进入卫生紧急状态。纽约时报报道，大火期间，太平洋断崖火场区一个关键水库停用，嘛是拍火水源不足的原因。专家指出，加州的供水系统是为着城市设计，本来就无法度用来应付这种大规模的森林野火。另外，目前大火已经烧毁超过1万栋民家甲其他建筑。根据摩根大通的估计，保险理赔金额可能超过200亿美金，约卖超过台币6600亿，金额可能创下历史新高，也有可能会让加州的保险市场面临破产。其他公司是预估这场野火会造成上济1500亿美金的经济损失，约卖台票4.9条台票。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美国最高法院订立审理法案，要求国际百样的抖音平台 TikTok 要和中国母公司脱离关系。美国国会伫咧去年就通过法案，要求中国母公司伫今年1月19之前甲 TikTok 卖掉，若无 TikTok 就禁止伫咧美国营运。切查伫美国最高法院法庭顶悬，代表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律师一开始就主张，美国国会去年通过所谓无被读禁的法案，违反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代表 TikTok 网行甲用户律师也无认同无被读禁的法案。TikTok Incorporated is a U.S. company spea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ct requires it to go dark unless ByteDance executes a qualified divestiture. Whether you call that a ban or a divestiture, one thing is clear. It's a burden on TikTok speech. So the First Amendment applies. The American creators have a right to work with the publisher of their choice. 美国前总统川普进前表示，这场总统大选 TikTok 对伊的选情有真大帮助，所以考虑就任了后，让 TikTok 继续营运。不过，美国资深大法官罗伯茨明确表示 ，TikTok 就是为中国政府收集资讯，代表美国联邦政府的联邦总律师也认为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有真大危害。So are we supposed to ignore the fact that the ultimate parent is in fact subject to doing intelligence work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72点半钟的辩论，大部分参加的大法官拢无认同 TikTok 所讲的见面会损害言论自由的观点。不过 TikTok 的代表律师也强调，川普正式就职了后，对这平台态度可能会改变，希望法院能暂缓禁令，让新政府处理有关的问题。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镜头倒来看台湾世界棒球杂志竞赛冠军英雄林家正，无从是自由球员。伊讲伊原来想要去美国发展，那现此时上重要的是甲着上的手顾好，才会当恢复训练。传大使，台湾最帅捕手林家正。林家正节出现，球迷拢翕相录影，大声欢呼来欢迎，也未感觉伫外口落雨真寒天气会忝咯。其实我一开始我就开始看了啊，因为它本来就是可以讲嘛，它本来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很有内涵，然后讲话就是又很温暖，然后又知性又时尚。第12强好表现，温暖的人格特质甲特别的流行品味，林家正引发女性球迷喜爱。这摆担任百货公司过年大动宣传大赛，拍广告甲球迷见面，伊讲感觉真新鲜。大家上做一些这些活动，我觉得蛮新鲜的，所以这个今年的季外，我觉得过得非常的快，那也很开心。林家正讲，12强冠军战手的骨头有伤到，下礼拜6予医生做最后一摆检查，就说开始来做棒球的训练。也来未来动向，先接受日本媒体专访。礼拜天未来到日本职棒发展，杨军也会使延续入股美国职棒生涯，伊也真欢喜。合约上面的话，事实上就是我还是想往美国的方面，那只是就是这个还要跟经纪人再做一些讨论。中职还不在你的选项之内。这我还不确定，因为现阶段我觉得先把手伤养好。手骨的伤身体好，恢复训练。林家正也讲，真久无伫台湾过年啊，今年过年也较早，若有机会伫台湾，会好好享受甲厝内底人团圆，也过过年闹热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湾正式正做超高龄社会，为着要培养中高龄族群学习成长，有基金会去社区大学教大家利用声音，把身躯边的故事记录落来，学上时行的 podcast， 互因对着少年人的脚步。今天呢，我们要播放的题目是社大开学去。用广播的方式，甲大家分享社区大学所学到的经验。在地新竹人带领大家寻古迹、探新视点。另外，还有人透过声音来记录心得的故事以及文化。除了老师甲阮教讲，阮安怎做 podcast， 搁有爱伫迄个手机啊，迄个影音爱剪辑，所以我感觉讲，我学这个物件哈是我是时尚老人。接触到这个 podcast 以后，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其实就可以做了，然后呢，他们就会应用在生活上，不管是旅游或是家庭聚会，他们都可以从事这一方面的录音，然后再做成一个 podcast。根据内政部统计，台湾55岁以上的人口数，今年已经超过800万人。为着丰富老大人的生活，地方公益馆找来专业的老师，教因安怎做现代少年人长时间的 podcast。希望讲对咱较就是讲算壮世代吼，会当有一寡技能啊，无共款的这种自媒体的培养，甲咱身边的故事讲下大家听。讲实在，这个故事啊。放做伙吼，大家咧听，你对身体愈来愈有感情，对因来讲是一个挑战，毋过嘛是一个成就感安尼。学员自节目规划、配音、剪辑到完成作品，逐项拢家己动手来，利用声音记录新得味，分享在地好耍趣味的所在以及故事，把学习到过去毋捌接触过的新体验。记者君和新潮报道。
用台语编写的食谱，你敢捌看过？有台语的媒体人出版市面第一本台语文食谱。若是要怀念故乡的好滋味，嘛希望大家用生活化方式认捌台语文。好，所以咱即阵咧先把这个硬菜切切的吼。甲规把硬菜摕出来，切做几落份。好，咱加胡椒粉，加撒一撮，过来豆油。甲碗公内底牛肉丝生一个，就会当准备来炒菜。好，撒一撮盐。炒好硬到盘仔内底摆好好势，真好食款的沙地硬菜牛肉就完成啊！台语媒体人詹伟民出版市面上头一本全台语文写的食谱，用母语来教人煮食。华语书写无法度完全来去做呈现的时阵，台语颠倒会当帮助。咱讲每一个动作拢无共款。过去有讲即个烫物件嘛，也是杀物件你华语拢是传统，但是你若是烫物件、杀物件，也是迄个入水的这个时间是完全无共款的。詹伟民讲出这本台文食谱，除了是以少年家乡南投的味，也是希望透过这本册，让大家用更较生活化的方式接触台语文。负责出版的前卫出版社也希望，让大家用母语熟悉节食文化。你连去菜市啊买菜，可能都唔知迄菜叫什么名，对不？对而且台语嘛有真侪伫即个咱的食食文化内底，台语真正是一个真重要的表现。张伟民讲，这本册唔但用台文书写，内底也带读者认捌客家族群、原住民族群的节食，希望透过这款多元族群的展现，让大家趣味熟悉各款族群的料理文化。记者郭北军、柯明哲、张准友台北报道。这几年有愈来愈侪人咧饲鸟，农业部就公告，今年开始鸟仔嘛爱办宠物登记，有1年的时间会当春救。新北市动保处今年嘛安排200场以上的登记站。带3只鸟仔等先生来到新北市动保处设的行动登记站，要摕其中2只来做晶片。伊讲，趁鸟仔佮细汉的时阵做好宠物登记，就惊万不利第2天走无去。量证完毕，所以过来是打晶片会比较安全一点。高小姐的小乌鸟小鹿来到青云的环境真紧张，装伫洗衫袋仔内底，伊嘛要来做晶片。主人讲，做宠物的登记毋是惊红罚钱，是顶个小鹿无去，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回来。7天6夜才把它抓回来，所以想说这次还是把它装一下晶片，让它不小心在逃亡的时候可以再回到我家这样。农业部已经公告，今年开始鸟仔嘛纳入应办理登记的宠物，若无依规定来做晶片，会当罚3000到15000块。新北市动保处表示，今年会继续透过超过200场的行动站免费服务，来提升登记量。希望说，经过这样子一个免费，那促进民众那个意愿会增加。新北市的话，应该是8万多只的猫咪已经有植晶片，那每1年大概会成长个2万。响顶了后的鸟仔红要求爱注小狗病疫苗，有的主人烦恼疫苗有引发恶性肿瘤的几率，态度是真丢毒。动保处讲，就等刷下来农业部的评估。防检署也有有去讨论这个问题，那又找专家学者开会。家猫的话，它不会跑出来的话，狂犬病疫苗是不用施打的，很有可能。那我们就等防检署来公告。饲鸟的数量这几年来明显成长。新北市动保处表示，民众伫动物之家领养狗仔甲鸟的比例是1:3，想要饲鸟的人变多啊。透过统顶会当更较好来掌握实际家鸟的数量。有关家鸟无做好宠物登记，会防处罚。主人会有1年的缓冲期，明年开始正式罚钱。公司新闻林建梅平遥做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1度到17度，中部地区10度到20度。南部地区9度到23度，东部地区12度到20度，外岛地区6度到17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燕，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